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中國版絕命毒師嘅故事。如果你有睇過美劇《絕命毒師》（Breaking Bad），一定會對入邊主角 Walter White 嗰個化學老師，因為患癌同家庭壓力，一步一步由好人變成冰毒之王嘅故事印象深刻。嗰個故事充滿道德掙扎同高智商犯罪嘅魅力，但係其實係虛構嘅。不過現實入邊有一個中國人幾乎完整嘅上演咗一個真人版嘅絕命毒師故事。佢個名叫張之洞，又叫黃哥哈，係北京大學西班牙語系畢業生，但係竟然被美國司法部形容為全球最危險嘅販毒者之一。去到2025年10月，張之洞終於俾人拉咗，而家被關咗紐約嘅聯邦拘留中心。佢被指控走私同分銷超過1000公斤嘅可卡因、1800公斤嘅芬太尼，仲有600公斤嘅甲基。每年非法賺到嘅錢超過1億5千萬美金。佢係中國芬太尼潛艇供應鏈墨西哥毒梟同美國買家之間嘅關鍵中間人，對美國每年有幾萬人死於芬太尼負有責任。張之洞喺墨西哥俾人捉咗，期間仲戲劇性喺軟件中逃脫，輾轉去到古巴同俄羅斯，最後俾人引渡返美國，要面對國際販毒同洗黑錢嘅重罪指控。佢哋經歷成為全球化毒品供應鏈、個人選擇同地緣政治博弈交織嘅縮影。比起 HBO 版《絕命毒師》，呢個故事更加現實、殘酷同埋範圍更廣。咁我哋就嚟講下呢位北大高材生究竟點樣由北大高材生變成芬太尼之王？咁呢條轉變之路係點行嘅？張之洞喺1987年喺北京出世，高中嗰陣就讀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文科班，係典型學霸路線。2006年，佢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外語學院西班牙語系。喺北大嗰陣呢，其實佢唔係嗰啲淨係死讀書嘅學霸，反而係一個好活躍、口才好、社交能力勁強嘅後生仔。校友回憶話，佢成日都中意着住件洗到發白嘅格仔恤衫，頭髮梳到一絲不苟，喺校園辯論賽或者演講比賽入邊講咗好有自信。有校友形容話，就算冇用西班牙文啟導或者講拉丁美洲文學，都可以贏到全場掌聲。嗰時大家對佢嘅印象就係前途無可限量嘅天之驕子，成績又好，口才又勁，形象又得體。2010年，張之洞喺北大西班牙語系畢業。1年之後嘅2011年，佢哋冇遠赴墨西哥，入咗一間中國擁有嘅鐵嘅開採公司做嘢。呢個唔係隨便決定嘅事嚟嘅。西班牙語係呢個專業本身就好啱做拉丁美洲嘅生意，而當時中國企業正積極喺海外拓展資源項目，佢最初可能係做翻譯或者業務相關工作，憑住流利嘅西班牙文同埋談判能力，好快就喺公司入邊嘅路頭角升咗做高級職位。BBC 訪問咗一位化名叫 Alex 嘅人，佢係佢哋北大嘅校友。當時佢哋一齊喺墨西哥同一間礦業公司做嘢。Alex 話佢同人打交道非常醒目，仲好識得適應唔同環境。張之洞嘅英文仲有佢喺西班牙文都好流利，識好多街頭俚語，可以同任何人傾偈。不過就成日帶住濃濃嘅北京口音，呢一種能力令佢喺墨西哥嘅商業環境入邊好有優勢，如魚得水。不過墨西哥嘅礦業生意其實唔係咁單純合法嘅天堂，當地做生意成日都要同唔同地方勢力打交道，包括控制廠區嘅各種勢力。Alice 回憶話，張之洞好似好享受呢種充滿風險同埋刺激嘅氣氛。佢試過唔小心撞爛咗老細架車，但係完全唔理後果。仲有一次，張之洞凌晨3點開車帶住 Alex 出城，喺荒蕪嘅高速公路上向路牌開槍射擊。X 問佢點解要咁做，佢就話點解唔可以？呢個細節好能夠反映張嘅性格。Alex 就話張唔係一個好有道德感嘅人，佢中意叢林法則嗰種無皇管同埋唔確定性。2013年，呢間中資礦業公司執笠嘅 Alex 就選擇返中國，但係張之洞就決定留低，繼續喺墨西哥打拼。呢個係其中一個重要嘅轉捩點。留喺當地，令佢有機會深入當地社交網絡。根據多方面報道，大約喺2015年前後，佢識咗一個墨西哥販毒集團嘅中層人物。
對方對呢位識中文又識西班牙文又識國際貿易嘅年輕中國人印象好深刻，開咗高薪俾佢，據講係每個月幾萬美金嘅高，邀請佢加入團隊，負責所謂物流管理相關事務。由此開始，本來以西班牙文做職業工具嘅北大畢業生，開始喺毒品供應鏈入邊扮演角色。根據美國司法部嘅起訴書同埋 BBC 報道入邊嗰啲毒販成員嘅描述，張之洞同毒梟頭目嘅一個侄女之後有啲感情瓜葛，呢個都成為佢哋可以好快接近毒梟核心圈嘅一個助力。Alex 事後回憶話，礦業公司倒閉之後，張之洞嘅北大西班牙語校友微信群開始發放信息，提供優惠匯率去兌換美元。呢樣嘢令到 Alex 當時就懷疑張之洞已經開始做緊洗黑錢嘅活動。同一時間，張之洞開始涉足更加深層次嘅毒品相關生意，俾墨西哥毒品集團提供芬太尼前體化學品供應鏈嘅協調。去到2016年前後，張之洞已經成為連接中國化工廠同墨西哥卡特爾嘅關鍵中介人。佢利用咗中國嘅人脈嚟到製造芬太尼嘅原材料，之後經空運或者海運送去墨西哥，跟住再分派俾西果羅亞地下實驗室嘅製毒人員。BBC 報道話，卡特爾成員叫佢做黃哥，話佢係非常重要、排第一嘅人物。毒販話，單喺外表，張之洞身形矮細，着衫又唔整齊，完全唔似係攬住大筆資金嘅販毒分子。販毒集團入邊，佢幾多人知嘅真名？呢個黃哥、哈哈先生，南美嗰邊都係咁叫嘅。聽講佢用過嘅化名超過20個，為咗方便講古，之後我哋就叫佢做黃哥。哈哈，黃哥每年可以喺販毒集團手上賺到1億5千萬美金嘅利潤。至於賺翻啲嘅錢呢，佢用咗超過150間空殼公司同170幾個戶口嘅洗錢。佢會透過買賣樓、買虛擬貨幣，佢直接將佢錢洗白。佢最早盯住佢哋呢，其實係美國亞特蘭大警方，當地成日有咗前科人士存入大量嘅現金，之後嘅現金就會轉去咗空殼公司。呢啲就係典型嘅洗黑錢手法，警方就順藤摸瓜查到咗黃哥。BBC 記者話喺起訴書入邊有描述過一次會面，喺墨西哥北部一個城市，黃哥同佢哋同黨同一位買家傾貨物交易。根據起訴書講，其實呢一位買家係美國人。調查人員嘅線人嘅對話入面，會用咖啡嘅指代可卡因，芬太尼就叫做食物，數量一講就係以公斤計。嗰陣時，黃哥個網絡已經運作咗8年。去到2024年10月31號下晝，墨西哥方面出動咗安全部、海軍、國防等部門同埋總檢察長辦公室捉咗黃哥，等緊引渡去美國。佢嚟到等緊期間，竟然出咗事。黃哥本來係被關咗墨西哥一間最高戒備嘅監獄入邊，但之後唔知點解，俾墨西哥一個法官改咗做軟禁。跟住黃哥就由重兵把守嘅監獄轉去咗一間有保安人員睇住嘅住宅。問題呢就出咗呢間屋度。呢間屋嘅隔籬其實係屬於另一個犯罪集團。黃哥就喺屋入邊直接挖咗條50米長嘅地道，直通去隔籬，成功越獄。聽講話挖地道嗰啲泥土都係裝咗平時嘅垃圾袋度拎出去，中間梗有啲人裏應外合。我覺得佢越獄嘅靈感係咪就係嚟自《刺激1995》呢套戲啊？聽落真係一模一樣。佢喺首間屋嘅墨西哥保安人員仲未發現嘅時候，黃哥已經唔見咗。之後呢，佢搭咗私人飛機走咗去古巴，但係佢都覺得嘅古巴唔安全，跟住又試過想飛去俄羅斯，估計係因為俄羅斯同美國嘅引渡協議啦。但係喺睇到咗落咗境之後，俄羅斯邊境官員發現佢嘅文件係假㗎，之後就將佢遣返去古巴，古巴當局之後又將佢交返俾墨西哥。最終佢喺2025年10月被引渡返美國。佢去到2025年11月19號，黃哥喺紐約東區聯邦地方法院，即係布魯克林嗰間法院出庭提訊，佢否認晒所有指控。之後冇繼續被還押等候審訊，下一次開庭日期仲未定。佢涉及販毒同埋洗黑錢等多項罪名，將會面臨審判，最高刑罰可以係終身監禁。美國司法部副部長布蘭奇 Todd Blanche 就話佢係全球最危險嘅毒販之一。
佢喺同學 Alex 喺訪問入邊講，當張志棟嘅消息傳翻去北大校友圈嗰陣，大家都好震驚，人人都喺度講緊嘅。Alex 苦笑嘅話，佢可能係北大近幾十年嚟最出名嘅人之一。呢樣嘢有冇尷尬？大家都覺得佢甚至比《絕命毒師》入邊嘅 Walter 仲㗎，因為個規模實在太大啦。冇一個北大高材生點解會變成毒品之王呢？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當然就係佢哋個人性格啦，聰明、人脈廣、手腕圓滑，咩人都識得打交道。但同時呢，佢嘅道德觀念極之淡薄，追求冒險生活帶嚟嘅快感同埋物質享受。有位智庫研究員，美國嘅智庫研究員多年嚟一直調查化學前體原料流入墨西哥嘅情況。佢話好似黃哥咁扮演嘅中間人角色，就係處於化工生產商同販毒集團之間最關鍵嘅交叉點。佢話能夠擁有黃哥嘅廣泛人脈同活動範圍嘅人真係好罕有。佢係一個中間人呢，將墨西哥販毒組織同中國嘅前體化學品供應商連接埋一齊。佢話對於外人嚟講，呢個世界好難入去同理解，就係話墨西哥毒販呢個世界好難入去同明白。而黃哥喺美國都擁有好龐大嘅業務網絡，一個人可以同時連接3個地區，呢種情況唔係成日有。但係都有外在原因啦，全球化毒品經濟創造咗一個低風險高回報嘅生態鏈。喺中國前體化學品出口管制有漏洞，墨西哥卡特爾又需要穩定供應，美國有龐大需求，而黃哥就喺中間變成一個好罕有嘅資源，因為佢可以同時接觸到呢3方面。另外就係複雜嘅跨國監管真空，都令到佢可以長期隱形操作。喺芬太尼嘅供應鏈到底係點樣運作嘅呢？講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陣，順便提提大家。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仲要睇埋個細鈴鐺，因為 YouTube 而家個演算法有改變，通常長片唔會推到首頁，所以如果你哋訂閱同埋開咗個細鈴鐺，好大機會就算你成日睇，都好耐都見唔到我哋嘅節目。另外都想同大家推介下嚟自加拿大嘅 Genix 西洋參黑高脂呢款產品，佢係嚟到加拿大衛生部有效性同安全性雙重認證，喺加拿大政府監管之下生產品質有保證。另外效果都好全面，黑高脂對於穩定血糖、改善睡眠、提升精力同免疫力都有幫助，所以佢嘅回購率好高。淨係5月份黑高脂嘅平均回購利潤就差唔多去到50%。呢款黑高脂屬於保健食品，唔係藥品，溫和補身又唔會上火，男女老幼都啱食。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喺下面節目嘅連結輸入我哋專屬優惠碼芳菲，就可以享有85折優惠。好，我哋繼續講黃哥嘅故事啦。呢個故事咧，其實都反映咗成個芬太尼供應鏈有幾殘酷。典型嘅芬太尼供應鏈有4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係前體化學品嘅生產同出口，主要來源就係中國。中國擁有全球最大嘅化學同製藥產業，生產好多種商用途嘅化學品。即係話呢啲化學品可以用嚟做合法醫藥工業，同時又可以用嚟非法合成。咁呢啲化學品呢，成日都會經空運或者海運出口，仲會偽裝標籤去避開審查。佢第二個階段就係秘密實驗室合成，呢個主要喺墨西哥發生。墨西哥嘅毒品集團會喺偏遠或者隱蔽嘅地方設立簡陋嘅地下實驗室。所謂嘅製毒師就喺呢啲簡陋嘅環境入邊合成芬太尼，但係呢個過程極之危險，因為芬太尼嘅粉末好幼細，可以經皮膚吸收、或者接觸到眼睛等等，都會入到人體。佢即使戴住手套、口罩或者防護衣，但係如果手套、口罩或者防護衣有縫隙，或者有破損，或者操作嘅時候有塵埃揚起，都可能入到人體，極少量都可能致命嘅。咁究竟幾少量呢？大約2毫克就可以致死，2毫克差唔多就係幾粒鹽嘅大。BBC 報道入邊講，有位製毒師親眼見過至少5個同事死亡。佢話有時啲人會突然暈低，我哋只能夠將佢哋抬出房間。記者問呢位製毒師，參與一個導致咁多人死亡嘅行業，會唔會令佢覺得內疚？
佢話佢自己有個親戚都係因為芬太尼過量而死。佢話呢啲事會震撼你嘅良心，但係佢又話工作就係工作，我哋都唔知仲有咩其他揾食方法。另一位製毒師就話佢曾經試過想唔再喺實驗室做嘢，但係上司就同佢講，另一個選擇就係喺窗出去巡邏。佢話老細俾佢哋兩個選擇，要麼着住防彈衣同裝備出去打仗，要麼就繼續做製毒師。所以呢啲製毒師大多數都唔係自願嘅，而係因為卡特爾嘅壓力、經濟困難，或者真係冇路可走，先至會做呢啲極度危險嘅工。墨西哥好多卡特爾控制嘅地方都好窮，就業機會又少，合法工嘅人工又低。佢製毒雖然危險，但係短期內收入高咗，可以快啲揾錢養家。有啲人呢就當呢一份工呢係暫時解決經濟困難嘅方法。仲有啲人係俾人綁架或者被強行徵用做勞工，亦都有啲製毒師自己本身有毒癮，佢哋就靠做呢啲製毒工嘅換取毒品或者用嚟抵債。呢啲人一開始可能唔知道芬太尼暴露有幾致命，或者覺得只要小心啲就冇事，但係一旦開始嘅就會俾卡特爾死死咁控制住，想走都走唔甩，走嘅可能會俾人殺或者佢地方容身。第三個階段就係走私同分嘅，呢個階段主要就係入美國。芬太尼可以係粉末狀或者製成藥丸，經過美墨邊境走私入閘，成日都會藏咗車輛、隧道或者人體入邊，用低濃度高體積嘅方式送去美國。入咗美國之後，就會透過街頭販賣、暗網或者混入其他毒品嘅流通。好多死亡個案都係因為唔知情嘅用家食咗假藥丸。芬太尼嘅效力係咪比海洛因強50到100倍？2毫克就可以致命。佢成日會被混入假藥丸或者其他毒品，使用者好多時都唔知情就過量。而家美國近年喺藥物過量死亡嘅人群入邊，有70%都同芬太尼有關。由2021年開始到而家，因為芬太尼相關嘅死亡已經超過25萬人。而芬太尼相關嘅死亡，亦都係18到44歲美國人嘅頭號死因。咁呢個供應鏈嘅第4個階段就係資金洗黑錢同埋回流。毒品收益會透過空殼公司、銀行戶口、加密貨幣等等嘅洗黑錢，有部分資金可能會回流去買更多前體原料或者設備。美國捉咗黃哥之後，對墨西哥販毒網絡嘅打擊真係即時見效。販毒成員都話要佢前體化學品突然之間變得好困難。佢哋話捉咗呢個人之後，成個體系都亂晒。販毒集團被逼要由零開始，重新建立一條新路線。喺大約同一時期，美國嘅毒局就發現芬太尼嘅純度下降。毒局話有好多跡象顯示，喺墨西哥嘅好多芬太尼製毒人員都好難睇到部分關鍵嘅前體化學品。不過呢個可能只係暫時嘅啫。智庫研究員就話，政府同毒販之間嘅博弈其實就好似一場睇完咗啦咁貓捉老鼠遊戲嘅。佢又話，當中間人俾人拉廠或者關鍵化學品受到管制之後，芬太尼生產者就會揾替代品，學新嘅生產流程去適應變化，而供應鏈入邊嘅人都可以隨時換人。佢被訪問嘅毒販又點講呢？佢話而家已經有另一個人可能會接手張之洞，而呢個人都係中國人。佢話黃哥留低咗好多人脈，已經足夠幫毒販集團繼續運作，冇走咗，自然會有其他人頂上。佢喺呢一個中國版《絕命毒師》第2季已經開始醞釀緊啦。不過張之洞案呢，確實為美國提供咗一個重要嘅情報同埋起訴機會。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嘅一份報告入邊就聚焦咗中國犯罪網絡點樣推動美洲非法市場發展。報告話張之洞被指控透過墨西哥向美國販運芬太尼同可卡因，仲同西果羅亞販毒集團同哈里斯科新世代販毒集團有密切合作。佢都被認為對前提走私網絡有廣泛嘅認識，佢可以提供關於中國境內呢啲網絡結構同運作系統嘅寶貴情報。另外，已經確認同佢有關嘅銀行戶口超過170個，空殼公司超過150間，所以都可以透過佢進一步了解中國洗黑錢網絡同埋手法。
報告認為，中國嘅犯罪網絡包括個人中介同公司，呢個犯罪網絡嘅拉美非法經濟，包括毒品、洗黑錢、非法採礦等等，喺呢啲非法經濟入邊扮演住越嚟越重要嘅角色，同當地毒品集團形成共生關係，對美國同地區安全構成威脅。張之洞案亦都凸顯咗地緣政治嘅博弈，依家芬太尼危機已經成為美中關係入邊其中一個關鍵議題。川普政府喺2025年上任之後，採取強硬手段，將芬太尼同關稅邊境政策綁埋一齊，對中國、墨西哥、加拿大施加關稅壓力，仲透過外交同執法行動施壓。而家嚟講都有一定成效。中共喺2025年同意對特定前體實施出口管制，仲喺同美國開完峰會之後會進一步行動。墨西哥就加強咗季度合作同引渡合作。芬太尼相關死亡同查嘅數據喺部分時期都有下降趨勢。至於中國方面，由2019年開始將芬太尼相關物品列為管制物品，到今年雖然唔係好情願，但都逐步加強管控，態度都由比較放任轉為有限度合作。整體嚟講，中共對呢件事都係半開半閉隻眼嘅。芬太尼潛艇供應對美國傷害好大，但係對中共嚟講又冇乜損失。佢對中共嚟講點解唔做呢？所以中國龐大嘅芬太尼潛艇供應鏈一直都會係一個充足嘅源頭。咁點樣可以由源頭開始遏止毒品嘅製造同傳播呢？又點樣可以喺美國本土減低對呢類藥物嘅需求？對於深受毒品禍害嘅美國同其他國家嚟講，呢場係一場長期嘅戰爭。聽完張之洞嘅故事之後，大家有咩感受啊？大家覺得係咩原因令到一個精英大學生會睇落做毒王呢？另外，我覺得張之洞呢段經歷，從北大高材生變成毒王，仲要挖地道跨國逃亡，搞到美國、中國、墨西哥、俄羅斯4個國家都震動。呢個劇情真係比美劇《絕命毒師》仲冇。如果呢個故事真係拍成美劇或者電影，其實都唔係咁可能。如果真係拍成美劇或者電影，你覺得中外邊個男演員最啱演黃哥呢個角色呢？大家可以盡情發揮想象力，將你攞到嘅演員名打咗留言區，我哋一齊討論下，一齊睇討論下啦，話唔定將來真係會成真嘅。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就到呢度先。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節目，希望你可以 like、訂閱同埋分享。我哋下次節目再見啦。